當你喺網上查詢室內設計裝修嘅價錢，有冇遇到以下問題？情景一，要填寫太多資料。情景二，裝修項目太廣泛，究竟應該點樣表達心目中嘅想法呢？情景三，即使填妥好晒所有資料，但回覆非即時，答覆唔理想嘅話，就會浪費咗心機同時間。唔使擔心，我哋非常明白你嘅苦惱。以下會為你示範，最快1分鐘就可以收到裝修報價預算。首先，輸入單位面積，價錢就會即時計算出嚟，亦詳細列出所有裝修項目內容。如果你想修改項目內容，可以點擊置頂項目，修改項目數量，修改項目尺寸，修改項目選項，增加項目數量。如果你覺得系統嘅預設已經接近你嘅想法，唔需要自行修改，就可以喺輸入單位面積之後，直接點擊獲得即時報價。填寫埋你嘅電郵同姓名，1分鐘內就會收到電郵發出嘅報價單。而家你將會獲得免費嘅室內設計諮詢。Blank Studio 負責管理設計及施工過程，確保能夠監控作品最終效果嘅品質。售後服務有1年損耗保養及3年結構保養。為提升客人滿足度，客人更可以擁有7天冷靜期嘅消費條款。你可以直接回覆電郵或其他通訊軟件聯絡我哋。如需上門現場視察，請於2個工作天前提早預約。希望好快會同你見面，度身訂造屬於你嘅室內設計方案。